真耶稣教会家庭教会成立50周年暨生命树圣乐团20周年于台东县和平文化健康站10周年联合特别聚会。我们请生命树圣乐团有请演生命树圣乐团，你等一下保佑力。好，我们热烈掌声欢迎生命树圣乐团。大家两人过来，那么多，那么鼓励。
非常感谢我们生命树圣乐团，我们再次热烈感谢掌声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我拜你过来啦，我马上就生命树，然后这个发现，这个一张，这个人做，拜。好，再来接下来呢，喜乐乐团，我们请喜乐乐团进场，我们掌声欢迎喜乐乐团，我帮你大。他们要演奏的有5首，在那里，你们还不让他修了，第4首、第5首我们叫那么六，当然第4首、第5首我们叫那么六，今天我要求那个主持人，咱们去上班了。有时咧，乐团有哩咧，有哩把下都，若把生有哩过来后，就拢咧都哩把下，那么改，有哩把下改，拿过来，但是过来伊咧把下来过，还爸爸你看，才嘛你嘛，才爸爸你看，来他们你们。
哎嘛，不能给他鲁巴就尊严好，大家一起来一起唱。看那个字幕。亲来喜宴，那因为我们大参考。敷衍，我们人望着人们看，把我今天切莫但愿，明日喜和不再来。听，你请你来，快来，听说。快来，相信快来，亲快来，大家就正下演。感谢主，还有一首大家一起唱，Kati mulai hau, berarti kurang kati mulai di magai ke balasan, mendengar kita para ikapkan.
掌声，感谢主，谢谢他们的非常踊跃的伴奏演奏。本当に感謝とめていたからや、mga bahay ito na di kung kakahawin niya balik-balik。嘉明教会30周年纪念的时候，早大的你不翻来了，我有记号一点，你还会大四的哪天呢？大学4年级，这个你毕业到这个怎么样？感谢主。